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是法折言34。知其所错而扶正，知是为大过。持错随行，故扶；怨气之弊，由是不知不前。故守必于改错之道，则然不进。凡是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不改正的人，这种人已经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因为知错而不改本身就是一种错上加错的行为，这就叫做持错随行，不愿意把自己的错误、缺点、毛病弃掉、抛之。所以说，这种人的行为其本质就是错误的，因此得来的果是不能进步。无论从物质或精神方面，他都是止步不前的。如果要取得成就，必须首先要去掉自己的错误。所以说，知道错以后，守必于改错之道，则然进步。也就是说，知错而改，然后总结经验，才能是进步的一种具体的表现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